玩卧底我从来不抢空投，除非他掉我脸上。等待是漫长的，所以会有同行来干预，但是都会成我枪下的亡魂。空投是我的啦！滚出去！除非他掉我脸上。怎么有一个白色的身影？哼，小卧底想抢我空投？哦，还有高手，极限身法走位，你打不到。滚出去！热源锁已经看了，没有大肘子跟同行了，这个空投我吃定了。怎么样，没人了吧？没有反转。啊！大金砖我还没捡上呢，空投我不要了，行不行？咱们直接去偷玉佩吧。哎嘿，有个大肘子，大哥你好啊，我去给你偷玉佩怎么样啊？偷你个爆米花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啦啦啦啦啦啦啦！什么玩意儿？滚出去！让你欺负小卧底，活该！